嘿，这篇是吕秋远律师写的一篇，咧批判咱做创作直播的人的文章。头前遐奇怪的奇怪的文章我都无听。这篇真正袂歹，嘿，这篇头拄仔我听咱学大咧讲，真正是袂歹一篇。我用台语完全讲一下，有一寡人无耍手机啊，但沉迷跋筊；有一寡人毋较跋筊，但沉迷股票；有一寡人无耍股票，但沉迷宗教；有一寡人无信宗教，但沉迷毒品；有一寡人无吸毒品，但沉迷名牌。除了批判别人的做的代志好无价值，嘛想为何人沉迷遮个代志？如果袂当真正明白沉迷的本质，各位的批评就会显得十分搞怪。有一寡人无爱明白，但介意批判，以批判他人的愚蠢来自我满足。这喜爱批判者甲他人的差别，敢若嘛只是沉迷之物无共尔。累积财富才是高价值。日中奶水，日中啉水娱乐毫无意义啊！即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人是如何沉迷于累积财富。换言之，累积财富就是处人的奶水娱乐财富，活咧无一定用得了，死后却一定带袂走。是中于累积财富的人，死的时阵会当带走的物件，真正比遐个日中伊其他奶水啉水娱乐的人济吗？所谓的思考读册，对某一寡人来讲，嘛只是另外一种啉水娱乐尔。你当然会使宣称家己的奶水娱乐比起别人的奶水娱乐更有价值。凊彩你安怎讲遐无问题，但凊彩批判他人的奶水娱乐毫无价值，敢讲你毋感觉这是一种无礼貌的行为吗？无人对车，倒位来名车；无名车，倒位来演艺圈；无演艺圈，倒位来影视产业；无影视产业，倒位来韩国经济振兴。伫一个看袂起遮娱乐产业的社会当中，优秀人才袂想要进入遮个产业，遮个产业自然嘛发展袂起来。为这个观点来看，请问思考读册有啥物价值通好讲诶？敢讲市场无需求？那安尼为虾物日剧甲韩剧现济人介意看？敢讲台湾名车素质歹嘛？但那安尼为虾物一寡名车去了中国发展，拢足受欢迎？无价值的，毋是事物本身，而是人类迄浅薄又自以为是的视野甲思维啊，是迄种只要不合家己的喜好，就认定是次等行为的骄傲自大。